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艺人李晶，伫久之前开开牙科近视的手术，即摆视力是退化到剩0.1，医生讲爱换眼角膜。眼科的医生讲，这种牙科近视的手术，伫30年前真流行，有一派的病人伫40岁了后会有后遗症。 会严重来老花啊、目甲散光，啊，讲除了换这个眼角膜之外，阁有一种的方式，会当来挂特制硬式的稳形目镜来改善。目睭孔的正道理其实是10米内六亲不认，5米内认脱不分，落楼梯可能需要人扶。这竟然是当过牙科近视手术的丽晶，并且感伤自己的视力只剩0.1。 早暗的度数佫无同，医生甚至可劝伊赶紧去换眼角膜。30当前动过牙科手术抢救近视，即摆哪会出代志？利用这个钻石刀在角膜上面大概切大概8到12道。它的好处就是说很简便，因为手术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它的坏处就是大概过了10几20年以后，因为角膜本身它会退化。那退化以后，假如你20几岁做手术了，到40几岁它就会有很厉害的老花眼，或者是很厉害的散光。它早中晚度数就不一样，这是阿 K 手术最大的缺点。还有1%的人，他可能会更严重，因为他的角膜可能会就撕样，然后会造成角膜混浊。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进一步处理。完全不认识吗？李晶提出伊平时点的目药水是有够济，伊怀疑讲感受点到有胺的目药水。我不太晓得什么叫含胺钠药物啊，或者是它可能有口误。不过我猜大部分会产生比较大问题是使用含类固醇的药水。类固醇如果强效类固醇容易造成这个青光眼，造成早发性的白内障。牙科近视的手术是1979年俄罗斯医生发表的，30多当前伫台湾正流行。演进到20当前的镭射手术，牙科手术是利用旋入刀伫角膜切凿了8刀到12刀，有明显的空隙。镭射手术是将这个眼角膜拍好补。牙科手术对600度以下有效，镭射手术1000度有效。牙科手术价钱是2万5，即马镭射要15万左右。牙科手术后遗症较济，因为眼角膜切刮过，所以讲会健脾。目前会使挂特制定的稳形目镜来改善。医生嘛提醒动过手术的目睭，唔通用有效的目药水，若无食可能目睭会愈来愈模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